真侪人去为着心疼冠状病毒了后会老病尾，有医生就提醒讲，除了扫也是较到细心以外，嘛爱斟酌骨头的健康。因为即马有一项国际指引就表示，去为着心疼冠状病毒肺炎，嘛有可能会造成骨头含烧、骨质流失。 新冠肺炎的病尾不止扫脑部，有医师表示，有一项针对疫情期间骨质含烧的国际指引讲到，其实感染新冠病毒了后，嘛要注意骨头的健康。如果新冠肺炎的感染会造成促炎细胞，会让骨头的流失，没有去检测骨质的健康，会忽略到骨头的健康，造成骨折的风险增加。 医师嘛表示，因为最近针对8卦的临床医师做调查，要了解疫情以来50岁以上的民众的行动力。发现有40%的民众减少运动，有4%是完全无运动，嘛发现有增加要高声的人，骨骼接力甲关节机能降低。疫情前跟疫情后，发现很多的病人的行动力、肌力是有退化的。我们的民众在后疫情时代呢，要做一些正确的运动。 如果可以，1个礼拜要3天，每次20分钟以上。医师表示，拍日头是上好的方法，嘛会当加啉寡牛奶制品补充钙质，另外嘛会使透过的方式来检测行动力，亲像徛壁半区，看甲这边敢通抽好滴，也是人徛好滴，看双手敢摸着地板等等。记者电不离开台北采访报道。